多謝主席，亦都支持梁子穎議員提出嘅加速發展智慧政府，更好協助市民融入大灣區嘅生活。咁其實咧，我哋一路講個智慧政府咧，唔融入大灣區，我哋都要去做智慧政府嘅。咁但係你知道啦，我哋以前咧喺香港裏面都批咗好多錢俾特區政府去做呢個智能化、電腦化等等，甚至係更新而家現有系統。但係咧開支就一路去提升，然而咧個效率就未必係達到我哋議員理想嘅效果。咁我希望特區政府呢方面一定要留意啦。我哋越見到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我撥咗你俾你啲錢嘅時候做 AI， 你要請一堆人翻嚟去做 AI 做呢啲智能化嘅嘢。舊嘅職能咧，你又冇改變喎，咁個政府咪越嚟越重。所以特區政府喺財政預算案裏面咧，好可能喺呢方面做一啲效率提升嘅話，呢部分你哋真係要小心啲。我都唔希望各自嘅部門咧自己做自己 AI 系統。我希望你哋創科局可以考慮下共同去用同一套系統，免得好似阿梁志偉議員啱啱所講嘅，app 都幾廿個、過百個自己做自己，管理嘅人員亦都分散，咁變咗營運成本亦都高嘅。咁我哋香港咧，就梗係要掌握呢一種嘅叫做智慧化進程嘅發展嘅機遇啦。咁啊，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就希望特區政府咧就要配合數字灣區嘅發展，特區政府亦都應該堅持創新驅動、系統協同、綠色低碳、數據開放共享等等嘅原則咧，以完善數字政府建設嘅為核心，帶動經濟社會各領域嘅數字化轉型。喺創新驅動嘅方面咧，我哋認為政府應該加大對新興技術嘅研發同埋應用嘅投入，調動現有嘅資源，加大構建智慧政府嘅力度，鼓勵公務人員咧積極探索創新工作嘅模式同埋服務嘅方式，提高政府運作嘅效率同埋服務嘅質量。好似引入區塊鏈技術，提升數據安全性同埋透明度，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優化決策流程等等，盡快落實公共服務全面數字化。調動現有嘅資源，加大構建智慧政府嘅力度啦，同時咧亦都加快電子政務系統嘅建設同埋升級，擴展喺呢一方面嘅服務嘅範圍，提高數字化嘅水平。呢度我特別要再提啦，我哋經常要提到咧就係話我要參考其他地方啊！我哋經常要申請特區政府服務嘅時候咧，多個部門都要跑，所以我哋希望能夠做到最緊要咧就係去一次就得啦。你唔好要我跑好多次，所以希望特區政府咧從呢一個結果為目標嘅模式咧去做。就算你市民咧，你要去考慮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嘅時候，係咪重新整合特區政府？就算實體嘅部門咧，你都應該要調整一下。唔好你整個綜合大樓啊，3樓係運動場，4樓牙醫，5樓診所，跟住隻運輸處係2樓咁樣。咁呢一種嘅模式咧，我諗要同發展局方面去重新溝通一下，再用一啲啱啱所講 AI 化服務咧，令到有啲嘅服務根本唔需要去。第二咧就促進一啲數據喺政府內部嘅流通，就消除資訊嘅官倒。咁所以啲咩情況咧？就係香港特區政府部門之間咧個數據存在一定嘅障礙嘅，例如數據標準啦、格式唔一樣啦，導致數據嘅整合同埋共享有非常之大嘅困難。所以我哋認為政府咧應該制定統一嘅數據標準同埋規範，建立數據共享平台，推動各部門嘅數據同埋互聯互通。呢個特別要提嘅就係話，我哋點解將身份證同張車牌都仲要分開？number 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從呢一啲嘅最生活嘅最細節嗰度係進行推行更直接嘅一種令到市民感受到嘅一啲嘅服務。第三就係優化數據私隱同埋安全保護啦。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都好講私隱嘅，有條私隱條例。咁但係過去咧就成日都發現一啲外泄嘅事件，所以咧希望特區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唔好斬腳趾避沙蟲，為咗零風險又搞到公務員咧喺處理嘅數據方面咧又開支加大10倍。咁所以要可行性同風險咧要相平衡。最後咧就要講智方便啦，我都唔使特別講噶啦。智方便就其實都唔係好方便嘅喺以前，所以你提出用咗好多錢去智方便嘅優化2.0。咁但係我去翻我第一個部分講咧，就係我撥錢俾你，你要有效果。我哋一定要引以為鑑嘅係咩嘢咧？就係我哋嘅智能身份證去到第4代啦，但係大家都感覺到唔係好智能，唔好俾咗錢你唔交貨。希望特區政府咧要多啲同 AI 嘅業界。唔好諗一啲所謂咩官商勾結嘅嘢，作為你阻擋同行業合作嘅阻力，一定要加強同行業嘅溝通，先至能夠令到市民嘅生活變得更好。主席，本人謹此陳辭。